处长、副主任、各位组长、诸位前辈大大家好。咱拄则来看，咱这个电脑师伊所开始的开放去到民国嘛开放去到民国伊从伊的过去的历练的经验甲咱开始嘛伊甲咱讲咱刚才咱拄则所看到的，即个影片伊所讲的题目是啥？孝悌家庭嘛，孝悌家庭啦，改变自己啦，感动他，孝悌家庭啦，迄个齐家的典范嘛，咱讲要改变家己，当然就是你要迄个互人别人甲你感动爱心你家己自己你爱改变你自己啦，无可能讲迄个永远拢单去改变别人，要改变别人，不如先改变自己，改变自己要改变啥？当然就是讲迄个先改变咱家己的咱的习性，咱的观点，把咱自己改变，那么呢，你家己若改变，自